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近日公布，国内总共新增加3名境外西落来个案，分别1个西来的，2个西满的，但是出国特殊也系款亲戚朋友，其中案374同375都出现比莫买到面试的相关症头。另外案376，佢第3年3次对美国从比洋机转来，认证比洋机方有其他人客确诊的，不受基本代理做相关接触者，他后期出现检测流鼻的症头，比近比确诊的。一台比洋机方的群期感染人数未来到13人。未来防人卡多所在会有群期感染风险，指挥中心安普亚会同经济部也都普飞讨论安排，从亚斯传统市场还都有传统业的所在，包含业者同人客早前都会带最美，每晚上会提出人数限制，要求大家会保持社交距离，提供做唔到会禁止相关发通。5.1连假为汽车膜引起大家关心，行政长苏贞昌近日到立法院批准以前表示讲，也还会先维持本等的计划。不过，系讲民众冇办法自家控制自家，为看疫情变化来做调整。日本疫情近来更严重，从喺东京到初五确诊人数已经超过1300人。日本首相岸田进站筹备开记者会表示讲，包含东京同台北也7个都府县，新加近日就会进行天气状态，时间系1整天。另外，喺欧美方面，美国确诊人数已经超过36万3人，总死亡人数超过1万3人。纽约州长官网已经下令放松居家命令1整天。另外，英国首相强生确诊过后经发烧，近日病床中已经送院加护病房。